四角司机员的休困室发现一个皮包啊，内底竟然有藏毒品，就惊有司机员来食毒，警方唔敢大意，开始来追查。结果有一个司机员讲，这个皮包啊是伊咧巡车的时阵捡到的，第一时间袂记哩报警交出去。啊，这问警察嘛甲送尿液来检验，结果是阴性，并无食毒。这问公司讲，后续会进行检讨，而且追究相关的责任。真侪民众结婚通勤上班，司机员嘛担起再生起重大责任。不过台北结婚南市角站的司机休困室，互人发现有藏毒品。制作或是碰巧放伫个休困室，互司机休困。是毋过表边竟然互发现有一个拍夹漏的钱包破，拍开一个看有藏大盘摇头丸和食毒器具。有同仁说他是他捡到的，列车的巡检的时候捡到这一包物品。至于详细的时间，目前我们还无法帮他做证明。到底这毒品是为倒位来的？司机员初步讲，藏毒品的钱包包是伫咧做工课时捡到的。列车进到南市角站，司机员都会轮替，之后就会开始进行巡检作业。正常的巡检作业，若是司机员捡到较贵重物件，就要随使用无线电通知行动中心。不过4号捡发现有毒品的时，台北结婚5号通知结婚警察，嘛调监视器问49个董事。结果6号照司机员讲是巡检的时捡到货，随个验尿，结果嘛是阴性。不过16号一直到案说明，捡挂改这期以8会当作上班。在你带回车班的时候交给车班。那不过他今天这一个情况呢，他确实没有按照这个程序，这个我们会检讨，并且会处理他的这个相关的责任。大麻是中枢神经迷幻剂，而摇头丸它是属于中枢神经兴奋剂，它就没办法做很正确的判断。为了确保乘客坐车安全，台北结婚当年拢会安排专线司机员做检查。啊，这个嫌疑人也会进行检验，为了确保安全，警察会搁来检讨。只不过消息出来，互大众的心事略惊惊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